是什么？中国的发展是直充满青岛当代。中国在经济规模、科技实力与国家影响力上身处阶梯的历程。然而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之处？中国的成长更多依赖于国家主导性经济，与掠夺性制度的高效率党本和非真正的包容性制度。换言之，中国虽能富强，但其制度结构仍限制了创新与自我更新的能力。为什么中国没能生成持续创新的根源，在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結構性問題。由權力與競爭之體系人以集權為主，決策效率高，但缺乏制度監督，而創新被替代為執行力，通常常常依靠投資與模仿，而非原創自述，很缺乏包容性激勵，創新者場面臨制度風險與政策不確定性，抑制了長期探索。防社會封閉是事實，言論與資本流通受限，書生想法難以自由競爭與擴散。這種模式能在短期內創夠效的奇蹟，卻難於支撐長期創新循環。政府是司機，能精準控制方向與速度，引擎強大，但隱隱扣紅防御透支。當有了因紅利外資基戰逐漸耗盡時，車子仍跑得快，但難以加速或轉彎，再追隨所謂的中等收入痕跡，不用通信表示誰反思誰與創入中國，能在制度上更具包容性，亦有於個人能在公平環境中創新，不必依附權力，道教一如研究資源像更多傾向基礎創新，而非追求政績，以國際合作更開放，能攜手並輸出技術與理念，物社會創意與思想活力將更豐富，將校內源與形式化創成分子，若維持現狀，仗着研究真誠，但低創新的悖論，經濟數據亮眼，但社會創造力疲弱。發優勢，落後國家能快速可習先進技術，但終將面臨創新傾點。掠奪性增長以透全力動員與要素投入的高效發展，但缺乏持續動能。創新死概係由教育法治資本與文化共同支撐的創新環境。真小結正結紅繩要迎嚟一個化以拒絕改革，不反對的觀點，活有化的觀點。
警察力要支持新能源 AI 與製造升級，要政府鬥向突主國體制大型個人如基建上極具優勢，挨接殺錯所勸是制度整制和諧包容，但也有批評這次隨日創新仍被政治化或官僚化，最終仍會陷入輕視創新。食絕停走。